在花莲天王星大楼倒去，造成一个人死亡。昨昏检察官去调查，说今仔日已经开始咧拆除，也毋过拄则伫中昼的时阵，花莲阁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动尾，这大楼阁加起1公分，所以拆除的工课是生化暂停。也因为这栋大楼一边啊全部拢是玻璃，所以要拆也加较高工。即马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咱要交互台记台的记者钟义辉甲曲昭勇。是主播目前记者就是伫花莲天龙车大楼的现场，会当看到我后壁的大楼玻璃已经破去，目前工程是试拆顶悬玻璃，原本要伫下晡的1点要拆，不过拄则伫现场阁有发生5级的地动尾。工地主任表示讲，因为地动尾的关系，大楼有往头前起1公分，嘛往倒边起半公分。即马是甲大楼吐掉的，连因价嘛为2楼起到6层楼遮尔悬，要等到3点外拆除的工程才会开始。刚刚那个余震大概向前倾斜1公分，向那个左侧倾斜大概0.5公分。你说大楼吗？大楼还在怎么讲？不是很稳定，所以我们那个型钢要支撑，就是为了防止余震造成的影响。根据工地主任表示讲，等待保护措施拢做好了后，会先为大楼上顶悬的牌楼先拆，会为顶悬拆到下面。拆除的过程中，嘛会看大楼的状况来调整。伫封锁线外口嘛有真侪大楼的住户，知影今仔日大楼要拆除，大家拢来现场看，是哪讲哪唔甘。很难接受说看到自己的东西被夹出来，然后去指认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就觉得，就是那个很五味杂陈。当下是很崩溃的，因为我当下在楼下，我本来要回来，我是回来救猫的。我只是还没有上去，但是我在离这个房子大概50步吧。目前伫天龙车大楼拆除的过程中是禁止住户挖进的。针对住户上关心的问题是财务敢会当摕回来？花莲县政府表示讲，工程人员若是伫拆除过程中有看到民众的财物，会先捡起来，后续会交予警察来保管，嘛伫现场来装监视器，爱住户免烦恼。以上是记者伫花莲天龙车大楼上新的状况，即马甲时间交予主播。